新老病院为提悬民众对着失智症的认识，9月7号将举办大型的音乐会，邀请德光中学管弦乐团。英和国小音乐班。新老病院喜乐合唱团，台中市中校国小弦乐团，为报名参加音乐会的朋友，再来一首首的怀旧老歌。甲大家做伙回味青春。这一次特别邀请当地的德光中学管弦乐团、新楼医院喜乐合唱团、永福音乐班，还有远从台中的忠孝国小弦乐团等等。我们选的曲目就是一些怀旧的音乐，像榕树下、我只在乎你、望春风。等等希望借由这些怀旧的音乐呢，能够唤起失智老人深层的记忆那也希望透过这次音乐会，让主要照顾者能够精神上得到一个抒压的一个效果那也借由这次音乐会，希望唤起我们社会对于这个失智议题的重视。这条音乐会地点也特别选择在台南市美术馆跨越电影厅举行。不管是设备或者是气氛，拢是一等一，而且活动是完全免费，只需要先伫网络上报名就会当。新老病院欢迎市民大众赶伫8月30号报名，9月7号音乐会当天，做伙来美术馆听歌看表演。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